这是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印度克拉拉邦灾民；司政边巴次仁在美国各州的藏人社区发表演讲；议长康波索南丹培会晤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成员；安全部长加日庄马出席第2届暑期文化课程结业典礼。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被迫关闭后的影响研讨会。藏人代表出席法国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悉尼藏人协会向藏人行政中央预算基金捐赠资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7月31号致函克拉拉邦首席部长皮纳拉伊维加扬，对克拉拉邦大规模山体滑坡和洪水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当地受灾民众面临的困难表达了诚挚的慰问和哀悼。达赖喇嘛尊者在慰问函中向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和所有受灾民众表示慰问和祈祷，并指出，为了表达对克拉拉邦人民的深远和支持，尊者已指示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为救灾工作捐款。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六7月27号开始，在访问美国期间，出席了美国各州藏人社区举办的感谢美国政府颁布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答谢活动，并分别向威斯康西州的麦迪逊、明尼苏达州和芝加哥的藏人民众发表讲话。7月27号，司政边巴次仁分别在威斯康西州的麦迪逊藏人协会的礼堂和明尼苏达州的美济藏人基金会的礼堂发表演讲。第2天，7月28号，司政在芝加哥会见了当地藏人社区的民众，并与他们进行了互动交流。在上述藏人社区发表演讲时，司政边巴次仁着重强调了第16届噶夏坚定的致力于在行政和政治领域实现达赖喇嘛尊者伟大愿景方面的努力。他还进一步强调了与中国政府保持对话的重要性，以便通过中间道路政策和平解决长期存在的藏中冲突，并呼吁西藏人民团结起来，不分政治观点，使中间道路政策的2极合法化。司政边巴次仁还于7月29号上午在美国纽约州北部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另外，正在对日本东京展开访问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布索南丹培于本周三7月31号访问了日本国会大厦，并会晤了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下村博文对议长康波索南丹培的到访表示欢迎，并高度评价了日本国会议员对西藏问题的大力支持。他还谈到了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大肆开办殖民式寄宿学校，以及日益加重的镇压政策。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在发表讲话时，首先感谢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和驻日本办事处给予的大力支持。议长随后向议会小组成员通报了当前西藏境内持续面临的镇压政策，并谈到了中国政府近期强行关闭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等问题。议长进一步称赞日本国会是全球拥有最多成员的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并感谢议员们为明年计划将在东京举办的第9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所提供的帮助和合作。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旺加布阿若亚博士在发言时，向议员们介绍了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并表示该法案已由拜登总统签署，于7月12号正式生效。
他还宣读了今年7月7号在东京大学举行的中国知名寄宿学校研讨会上通过的相关决议。与此同时，由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举办的第2届暑期文化课程结业典礼于本周三7月31号在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举行。代理司政暨安全部长加日卓玛作为主宾出席活动。其他与会政要包括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的秘书长罗桑金巴和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顿堆多杰等。加日卓玛部长在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坚决反对中国对西藏文化实施的同化政策。他表示，流亡藏人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教诲，积极保护西藏的文化，并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这也是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的核心使命。随后，参加相关课程的学生们展示了一系列音乐和舞蹈表演，受到了与会嘉宾和观众们的好评。第2届暑期文化课程于今年7月1号至31号间举行。来自美国、瑞士和德国的30多名藏人学生参加了课程。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本周一7月29号上午在该中心会议厅举办了一场以吉梅坚赞民族职业学校被迫关闭的原因和影响为主题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邀请了多位嘉宾，包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时报的主编白马错、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次仁和西藏观察的研究员、吉梅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前学生席德达瓦等。白马错议员在研讨会上发言时，着重强调了吉梅坚赞民族职业学校在振兴民族教育事业中面临的挑战和限制。他表示，1994年至2021年间，该学院毕业的学生超过2200名。自2021年至2024年，120多名学生从该学院毕业。吉梅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前学生席德达瓦则分享了他学生时代的经历和回忆。他表示，吉梅坚赞并不是一位社会地位高或富有的人，他是一位来自游牧地区的谦逊僧人。他通过巨大的努力和对藏语的奉献，创办了这所学校。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在致辞时谈到了吉梅坚赞民族职业学校被迫关闭后的藏语教育的未来前景。他强调，如果要为西藏创造一个积极的未来，了解和应对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至关重要。外交与新闻部助理秘书长丹增列谢则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关闭西藏境内的私立学校，并用寄宿制学校取而代之的政策。他认为，当局当前实施的政策旨在破坏和彻底消灭西藏的文化、宗教和藏人的身份。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于上周五7月26号率领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在巴黎塞纳河畔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与法国人民一同庆祝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颂扬了奥林匹克精神。代表团成员包括藏人行政中央驻法国联络官突登次仁、法国藏人协会主席白马仁钦和前主席丹增边巴等。尽管西藏目前无法与其他国家一道参加奥运会，但西藏代表团的出席对于代表西藏提高人们对当前西藏境内局势的认识和宣传至关重要。在开幕式上，代表团成员挥舞西藏国旗，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请继续收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澳大利亚悉尼藏人协会会长阿汪曲增和执行成员们于本周三7月31号前往位于坎培拉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向藏人行政中央预算基金捐赠了9420澳元。悉尼藏人协会会长阿汪曲增对此指出，第18届悉尼藏人协会一致批准向藏人行政中央预算基金提供捐款，以表达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感激之情。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